闲谈，每日里饮壶与图，常相伴。枉费我同窗铁骨，壮志冲天。你是人是鬼？我来铁面挂金吃言。你与李三娘因缘错配，让你速速离去，如若不然，使你活着难逃啊！一派胡言，招他！别打！我是你大舅子李洪信。果然是兄长。兄长，你这是何意呀？嗨，都怪我爹当初糊涂啊，把你这个穷鬼带进府来，还招为门婿。你吃我们李家的，穿我们李家的，如今我爹的故去，家由我当。再者说，我妹妹李三娘也不能这样给你受一辈子委屈呀。没别的说的，这儿有个退婚文约，你签字画个押，咱们好说好散。兄长，岳父大人刚刚下少废话，你签还是不签？这万万不能！哈哈，有道是长兄如父，今儿个我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你。哼，呸，找打！好啊，你敢打我，妹夫敢打大舅爷。哎呦，妹夫打大舅爷了！兄长，哎呦，好小子，你敢打我啊！好小子，你等着！全身都死了，只是这张嘴还活着呀！哎呦，兄长，到底为了何事吵闹啊？三妹未曾开言，好难过。
主婚，明媒正娶，刘郎虽穷，胸怀大志，有朝一日时来运转，也未可知。呀呸！一碗清水我看到底呀，他若能发迹，除非那江河道。三妹呀，这儿有个退婚文约，你叫他签字画个押，明天一早我来取，何去何从，你们商量着办。不听我的，没你们好果子吃。哼！呵呵，这晚上看瓜，你还给他送饭？他劳累一天，尚未用饭。宁肯饭喂狗，不入穷鬼的口。哼！呸！三娘，看兄长这般模样，家中怕是难有我容身之地呀。如今天下大乱，我也有意去往并州投军报国。投军三娘你待我
三娘，为夫走后，在哥嫂家中，纵然受尽千般屈辱，也要耐心等待为夫的佳音才是啊！记下了。我说春奴啊，我的贤妻耶，都怪我那个死心眼的三妹呀，放着有钱有势的张员外他不嫁，非嫁那个穷鬼刘志远不可。你说这可怎么办？刚在后边不都商量好了吗？咱们是先礼而后兵，先礼而后兵。坐那儿歇会儿，歇会儿去。瞧我的，三娘、三妹，你哥哥有事儿找你，快出来呗！兄嫂万福。罢了罢了，自家人哪儿那么多理儿啊？快坐下说话，坐下说话。我说三妹呀，那刘志远离家3月有余，音信皆无啊，你有什么打算呢？年轻轻的，心眼放活泛点儿，嫁给那张员外可是一步登天呐！是啊，兄嫂说哪里话来？我那刘郎并州投军，路途遥远，不久该有书信到来。书信？没有啊，还要耐心等待。等待。那他
要是1年不回来呢？等他1年。他要是3年无在，没有音讯呢？等他无在。那他要是死在外边呢？情愿出家为你。哟，你好大的志向啊！实话告诉你吧，我跟你哥哥已经商量过了，咱们家可不是那养老院，有4条路，由你自己选。哪4条？第1条，9层天外摘星星，上天无路。第2条，阎王殿前去讨情，入地无门。这第3条嘛，趁早改嫁。万难聪明。这第4条嘛，白天挑水数十担，晚上推磨到天明。这怎么样？太苦了是吧？小妹遵命。窦成，快来！少主母，唤老奴何事啊？我说窦成啊，那3娘没事儿闲得慌，想找点活干。你把那多年不用的3木扁的榆木梢找出来，3娘还等着挑水呢。哎呀，这万使不得呀！人家自个儿都愿意了，你操的哪门子心呢？还不快去找去！我说3娘啊，咱们丑话可得说到前头，你要是敢偷奸耍滑，可别怪我手下无情。小妹不敢。那就别磨粉了，挑水去吧。是。哎呀，他还真答应了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你呀，一计不行，咱们二计生哎，知他何须用大刑，趁他进来去挑水，你把那水那凿上2个大窟窿，你让他挑一担来留一桶，我看是他行还是我行，只要他一天不服软让，早晚要让他活不成哎，我也活不成，哎嗨哟，哎嗨嗨嗨嗨，哎嗨哎嗨呀！那是做人别长好心眼儿，自个儿划算得当心儿。那咱们3妹妹砸缸去呀！哎，这真是你呢？我呀，话说多了伤气，熬碗燕窝粥补补身子。那你可得慢着点儿。回来，又怎么了？刘志远给3妹妹捎了几封信和如何处置，老藏在我这儿，他也不是个事儿啊。烧了，烧了，时间久了，那头就凉了。你们男人呐，没有一个是痴情专注的。切，是吗？
知大产难，只愿一担保，提领报经典，和好生难保，我生难我夫妻团圆乐逍遥，风雨三娘她知晓我夫妻团圆乐逍遥。天寒地冻，这边日何是好啊！待我习武取暖。天哪！莫非你要动杀我刘知远？不成么？红战袍，真是苍天有眼！刘知远在此拜谢苍天，救命真。
请元帅。将军未挂封侯印，腰间长悬带血刀。长卿，在红战袍可曾找到？启禀元帅，夫人小姐却都不知红战袍今在何处。明明在小姐的绣楼，怎说不知？哎呀，这启禀老爷，今晨小人在前庭扫雪，见一京服身佩一件，像是红战袍。你可看得真切？像是红战袍。长卿，在送那京服来见。遵命。堂堂帅府，竟出盗贼！走。启禀元帅，京府带到红战袍在此。元帅，那红战袍并非是小人所盗，小人冤枉。战袍在此，你还有何话讲？元帅，容小人禀奏下情。讲。元帅呀，昨晚军更风雨中，元帅用兵听通透，一更二更三可乃三更动的火，把天穹连呼，苍天降我就忽然间降下了战袍，一箭头，这本是天意，怎说是道？元帅降罪不来由。一派胡言，军士们推出去斩！元帅，小人冤枉。刀下留人。放下。我儿少礼，儿啊，不在绣楼，来至前厅何事？爹爹，清晨起来怒气冲冲，不知要斩何人呢？殉京的贼人。爹爹，莫非是为那件战袍之事？正是。爹呀，您可错怪好人了。何以见得？爹爹呀！昨晚飞雪白茫茫，女儿我绣楼上学做师长，儿宁可有人长叹生其苦，原来是大清之人身中枪，水手相遇扔下去，那就他为难之人免身亡。谁曾想错把战袍当救你若斩他太冤枉。怎么竟有此事？爹爹，难道你连女儿的话都不相信了吗？景夫，元帅，还不谢过小姐救命之恩？多谢小姐二次救命之恩。何为二
2次救命。昨晚小姐赠衣时，小人免遭冻死。今日又求得元帅不战之情，岂不是2次救命之恩么？我们女孩家有什么好谢的？要谢过我家爹爹才是啊！多谢元帅不战之情。罢了，爹爹，女儿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但讲无妨。爹爹，我看此人亦甚好武艺，因整日让人家提灵寻经的，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？他有一身好武艺，你是如何知道啊？昨晚女儿在绣楼之上瞧见他练武取暖来着。为父知道了，丫鬟，随小姐回绣楼去吧。是。景福，元帅，老夫有意让你与我家女儿比武，你可有此胆量？与小姐比武，小人不敢。张兴在演武场准备比武啊！勇士们，演武场比武去者！
我先，莫非你调往他乡，离开并州地？莫非你？莫非你手沾阵法，难回还岂不要抢走我这到手的家产吗？待我嫂嫂快去剪刀一用。要剪刀剪脐带。哎呦，三娘啊，我可是那信佛之人，一遇这事儿啊，我可害怕，我可不敢。三娘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我走了啊！三娘，我可真走了啊！嫂嫂，我的小娇儿啊，
子生生死死。三娘，三妹，他迎过去，非我心肠狠，斩草要除根。寻找我那妖妻儿。谨慎，随我房中讲话。三娘来看，婴儿在此。是你那骚骚狠毒，将这婴儿抛至池塘，使老奴冒死相救，你母子才得团聚。嫂嫂她好狠的心呐！都成你将我儿救回，只怕日后也难逃他的毒手。三娘，老奴有意将这婴儿送至滨州，托与他父抚养，不知三娘意下如何？怎么送往滨州？正是。此去滨州，山高路远，一路之上有无奈水，岂不要饿坏我儿？三娘啊，老奴就是乞讨奶水，也要为你儿充饥。恩公情上，受三两一拜。
师傅的呀。
夫人请坐。官人请坐。官人，这几日常见你独自叹息，莫非有什么心事吗？下官并无有什么心事，夫人多虑了。哦，无有心事。官人，我那公婆可在原郡吗？我早已说过，家中二老已下世多年，可有兄弟？独根一人。家中可有？有什么？可有亲戚？夫人呐、夫人贤德明事理，下官怎敢将你弃？家境贫困难温饱，哪有银钱去妻？此话当真？若是有家，怎样啊？夫人呐、下官对天可盟誓，免得夫人心生疑。只有官人将真话与我恩爱报母亲。谢小姐姑老爷用膳，官人请。夫人请。启禀大人，李家庄有人求见，他是神等样人，是一老丈怀抱婴孩，婴孩老文长。他闯进来了。刘官人，近身，家园退之下。都城，你怀抱婴儿，他是咱娘所生，你的过先。姑老爷，小姐可等久了？对小姐去说，我稍时就到。是。转来，小姐面前休要多口。是。刘官人，你当真又娶了妻室？哎呀，都成啊！你早已殿堂过一入目，暂且安身，但明日我再找你便了。刘官人，你坏了良心，忘了那受罪的李三娘。听他言来，周身
把婴儿的性命留。那春怒恨毒不容留之后，他偷把你的药，妻儿往水塘丢，是老奴救出你，请不饶一风尘讨奈水，千难万险万死千难到滨州，你谁知你嘴甜气软脸皮厚，见利忘义，听其再去忘情义，不懂流刘贵人，你丫鬟有将这婴儿抱至后堂，命管家故意乳母，好生照看。是。多谢老丈远离风尘，送子到此。这是贤德的夫人呐！此乃刘门骨肉，我岂能不管呢？夫人，老丈，想你年事已高，倘若回去山高路远，恐有不便，就该留在我府内安身才是啊！多谢夫人。刘官人，三娘她产后身亡，实的可怜呀，就不要再絮絮叨叨的。夫人，恳请夫人在岳父大人面前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刘官人，都成告。从今往后，若是有人问起三娘之事，你就说她产后身亡，这关乎我的前途命运，你要记下了。产后身亡三娘
我家小将军命你马前回话，是你小心了。是。
位平娘，这大雪寒天，你一人来至这井台打水，你丈夫他到哪里去了？菊爷，若
汴梁，有得军民拥戴，做了汉王。为其今日备得薄酒家宴，与汉王贺喜。多谢贤德的皇后，何不等陈牛儿狩猎归来，同贺同喜？如此甚好。太子殿下打猎回宫，快快唤他来见。孩儿参见父王母后。儿啊，快快将狩猎之事一一道来。哎，我儿一路劳顿，有话明日再讲。儿啊，为娘备得美酒佳肴，你快去用饭吧。娘，孩儿不饿，只是口渴了。我儿在此稍待，待为娘与你沏茶来。有劳母后。儿啊，我儿踏雪狩猎必定是满载而归，为何闷声不乐呀？爹爹容禀。此去远行，去涉猎，一路之上心快活，谁曾想背信凋零追于途。井台之上雨风多，大水的贫妇是遇见，问他是吓得他周身打哆嗦，他紧我了里，把夫君叫。他夫君何名？夫君姓名他不敢说。我儿就该问亲才是啊。而我后来问清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与爹爹不但同名，又同姓，为头却是留在岁月蹉跎。可有音讯啊？花园一笔点醒了，可扫荡马北成河，逼他改嫁他为永，又害他娇儿啊
他就是你的生身之母啊！听父言来，安思存，到今日方知生母是何人？老爹爹留下亲娘，托荣耀，愿皇娘不生不祥，满儿身，怪斗城支支吾吾，不敢讲，恨自己无有女，心如石榴春呐。爹爹呀，儿要回乡人生母，报答他10月怀胎养育恩呐。我儿小心可嘉，只恐你那皇娘伤心难过呀！爹爹，想儿那生身之母尚在水火中煎熬，而我怎能在宫中贪图快乐呢？我定要认回我那生身之母。啊，儿啊，我儿不可心急，此事还要为父三思而行啊！我定要认回我那母后。信誓旦旦对我演讲，说那三娘产后生还，如今你叫我如何对孩儿演讲？你难得我好苦，母后。秀英啊，要妻儿千错万错，都怪本王刘知远。是刘三百战成王心安
是您16年前亲生的有妻儿啊！眼前此景，可是梦，可是梦，可是梦。途经天来那年轮，启禀太子殿下，李弘信、张春奴带到。把他们带上来。是，走。你们两个胆子可真不小，竟敢欺负我的亲娘带孝王！儿啊，不可造次。娘，那您说怎么办？只要他们同盖前妃，也就是了。哎，你每天挑水100担，下田浇地。啊，成。你每天推磨到天明，既不叫不许停。你们两个服不服啊？啊，只要能活命，干啥咱都成啊！做人别长坏心眼儿，伤天害理害自个儿。带我去。不是你。儿啊，你家爹爹他娘，如今爹爹已经做了汉朝天子，隆裕皇帝。您看，他接您来了。娘，你看。齐备，快随姑进宫去吧。参见皇姐，小妹特来伴请皇姐一同进宫。儿啊，他是娘，他就是抚养了孩儿16载的岳氏皇娘。岳氏皇娘。
是不随孩儿前去，孩儿就长跪不起。三娘，为了天下的